你試下諗下，以前去探病或者過年過節，如果你攞住盒上面印住隻袋鼠，寫住塔斯曼尼亞嗰幾個大字嘅車厘子入屋，嗰種氣場真係唔講得笑，直情係話俾人聽你係成功人士。呢盒嘢閒閒地要成800幾900蚊一盒，分分鐘貴過你買對波鞋。但係呢排，如果你去開油麻地果欄，或者行下啲街坊生果檔，你會發現一件好恐怖嘅事，以前呢啲貴族生果，而家竟然變咗白菜價。你冇聽錯，係由800蚊跌到200蚊都有找，甚至有150蚊就有一盒2公斤嘅。果欄嗰邊深夜直情好似暴動咁，成班人唔係去打交，係去搶貨，甚至見到啲阿叔喺條坑渠邊攞住個手機電筒驗屍咁驗咁揀車厘子。呢件事表面上係大家有平嘢食，但係你諗深一層，呢個究竟係福利，定係一個經濟淪陷、消費降級嘅終極信號？我哋今日就嚟拆解下呢場車厘子之亂。首先，你要明白點解塔斯曼尼亞車厘子以前會咁貴。喺我哋香港人嘅心目中，澳洲車厘子係分層次嘅，維多利亞州嗰啲係入門版，新南威爾斯州係進階版，而塔斯曼尼亞嗰度係位於南緯42度嘅孤島，氣候最凍，車厘子生長得最慢，所以肉質最實、最甜，果味最濃。以前喺果欄，啲老細會話你知，呢啲係紅寶石，係送禮嘅天花板。喺2022或者2023年前後，你買盒43度南或者恒生果園嘅車厘子，分分鐘要成880蚊，甚至900蚊。嗰陣時，大家買得起係因為大家覺得未來有希望，覺得800蚊啫，碎銀嚟啦。但係嚟到2026年初，成個畫面變晒。你而家深夜行入果欄，你會以為自己去咗難民營搶糧。啲車厘子一板一板咁推落嚟，啲拆貨佬大聲公都唔使嗌，啲人就自動波湧埋去。最誇張係乜嘢？係嗰種揀貨嘅態度。以前買貴嘢係講心機、講面子，而家啲人係講生存。我前幾晚見到個阿叔，佢就咁踎喺果欄條濕漉漉、陣味仲有啲酸臭嘅坑渠邊，將盒車厘子反轉再反轉，每一粒都要用指甲輕輕冚下，睇下係咪腍咗，個神情嚴肅到好似法醫驗緊屍咁。你話佢係咪好鍾意食？未必，佢係因為覺得而家連車厘子都咁平，我唔執反劑就真係對唔住自己。點解會跌得咁勁？有人話係因為澳洲大豐收，亦有人話係因為出口去內地嘅貨多咗，所以分流嚟香港嘅平咗。但係你同果欄啲做咗幾十年度嘅老叔父傾下，佢哋會話你聽另一個故事。佢哋會話，以前呢啲貨係唔售賣嘅，啲大老闆一定就係幾十盒送俾客。而家呢，啲老闆自己都執緊粒，或者轉咗食平嘢。供應雖然多咗，但係需求嗰邊個底直情穿咗。當一個社會連最頂尖、最象徵身份嘅生果都變到要賤價求售嘅時候，呢個就係典型嘅消費通縮。大家唔好以為生果平咗係好事。如果你係做生意嘅，你見到呢個現象應該會覺得心寒，因為富豪生果變街坊價，代表緊成個社會嘅購買力正在全面下行。以前買得起800蚊車厘子嗰班中產，而家可能失咗業或者供緊層負資產嘅樓，佢哋買唔起貴嘢，所以商家只能夠減價。減價代表利潤少咗，利潤少咗就代表要裁員或者減人工，呢個係一個死循環。你睇下個阿叔喺坑渠邊揀貨，其實反映咗香港人一種好悲哀嘅心態。我哋仲好想維持以前嗰種高品質嘅生活，但係我哋嘅荷包已經唔再支持，所以我哋只能夠喺深夜，喺最污糟嘅環境入面，用最卑微嘅姿勢去追求嗰一點點殘餘嘅貴族幻想。呢盒車厘子食落去係甜嘅，但係心入面係苦嘅。以前我哋話口紅效應，即係經濟唔好嘅時候，女人會買支唇膏嚟慰藉下自己。而家香港係車厘子效應，大家買唔起大嘢，買唔起樓，換唔起車，唯有買返盒以前高不可攀嘅車厘子，返屋企同屋企人分，自己話生活其實都唔係咁差。但係你望住嗰個200蚊嘅價錢牌，再諗返起幾年前嗰個800蚊嘅盛世，你就會發現
我哋失去嘅唔單止係嗰600蚊嘅差價，而係成個時代嘅紅利。果欄嘅深夜暴動，其實係一場對過去繁榮嘅集體祭奠。啲人搶嘅唔係生果，係一種仲有得執嘅最後機會。如果你仲覺得呢個係執到寶，咁你就真係太天真。當塔斯曼尼亞車厘子都跌到200蚊，下一樣跌嘅會係乜嘢？係你份糧？定係你間屋嘅股價？呢個生果變白菜嘅信號，其實係上天俾我哋最後嘅警告。喺呢個咁混亂嘅年代，大家真係要小心，唔好見到平就覺得係賺咗，要諗下點解佢會平。呢個世界冇免費午餐，亦都冇平到離譜嘅優質貨。如果有一日連最頂級嘅嘢都變到路邊攤咁樣，咁就證明成個經濟體系嘅價值觀已經崩潰。大家食緊呢啲平價車厘子嘅時候，不妨諗下，下一年嘅今日，你仲有冇呢個心情，有冇呢個200蚊，再去果欄深夜排隊？呢場深夜嘅驗屍級揀貨，其實係每個人心中對生活嘅最後掙扎。我哋都唔想認輸，我哋都想用最平嘅價錢買返最高級嘅尊嚴。但係坑渠邊嘅倒影唔會呃人，當你踎喺嗰度嘅時候，你已經唔再係以前嗰個可以隨手喺超市攞走800蚊車厘子嘅大豪客。呢個就係現實，殘酷但係真切。大家保重，希望下次見面嘅時候，車厘子會貴返，因為嗰陣時可能代表緊我哋嘅生活終於好返。講到尾，呢個現象唔係單一事件。你望下周圍，唔止係車厘子，日本嘅海膽、澳洲嘅龍蝦，甚至係以前要排隊排到傻嘅名牌手袋，而家邊樣唔係喺度減價促銷？呢種全面性嘅價格崩落，其實係話俾我哋聽，舊嗰套消費模式已經玩完。以前我哋講身份象徵，而家我哋講性價比。但係當性價比變成唯一生存之道嘅時候，呢個城市嘅生命力亦都隨之而慢慢流失。你再睇返嗰個深夜嘅果欄，啲貨車司機、搬貨佬，佢哋嘅神情其實仲驚過你，因為佢哋知道貨越平，佢哋嘅佣金就越少，工作量就越多。呢個係一個連鎖反應。阿叔揀得越仔細，代表佢對呢200蚊越睇得重。以前800蚊佢可能眼都唔使眨就俾錢，而家200蚊佢都要睇過準。呢種心理變化先係最令人不安嘅地方。所以下次如果你喺街見到有人排隊搶呢啲平價富豪生果，唔好一味跟風，諗清楚先。呢盒車厘子可能好甜，但係佢背後代表緊嘅經濟信號，絕對係苦到入心。我哋正處於一個大時代嘅轉折點，由乜都貴變成乜都平。但係平到一個點，其實係代表緊大家都冇錢。呢個就係我哋而家要面對嘅香港，一個連車厘子都要跌落凡間嘅年代。呢種生果末日嘅感覺，其實喺好多老街坊心入面都有共鳴。以前果欄係一個充滿傳奇嘅地方，係英雄地，係富貴地。而家變成咗一個大家鬥慘、鬥平、鬥執雞嘅地方。如果你有機會喺凌晨3點航轉油麻地，你就會明白我講乜。嗰度冇晒以前嗰種豪氣，得返一種生存嘅壓抑。所以唔好再問點解車厘子咁平，要問下點解我哋會淪落到要因為生果平咗而覺得咁興奮。呢種心理落差，先至係最值得我哋反思嘅嘢。當富豪生果變咗白菜價，其實係提醒緊我哋每個人嘅身價可能都喺度默默咁貶值緊。呢個唔係嚇你，係事實。喺呢個變幻莫測嘅2026年，大家真係要守住自己個荷包，唔好俾呢啲表面嘅平嘢沖昏咗頭腦。總結一句，車厘子跌價係小事，經濟淪陷係大事。阿叔坑渠邊揀貨係表象，全民購買力崩潰先係真相。希望大家喺品嘗緊嗰啲又大又甜嘅塔斯曼尼亞車厘子嘅時候，唔好忘記咗呢種甜味，可能係一個時代結束前嘅最後一點餘金。我哋要學識喺呢個平價時代入面生存，更要學識點樣喺逆境中保持清醒，唔好被呢啲所謂嘅福利呃到，
真正嘅福利係穩定嘅收入同有希望嘅未來，而唔係一盒平咗幾百蚊嘅車厘子。大家睇路，呢場生果風暴先至係剛剛開始，以後可能仲有更多你意想不到嘅貴價嘢會變到一錢不值。到嗰陣時，我哋係應該開心定係應該喊？呢個問題留返俾大家食住車厘子慢慢諗。記住，生活唔係得平嘢，生活係要有質感。當質感都要靠減價嚟維持嘅時候，我哋就真係要好好重新審視下，我哋呢個家究竟發生咗乜嘢事？唔好再喺坑渠邊揀貨啦，企返起身，睇清楚前面條路點行啦。呢個故事仲有一拍，就係關於嗰啲果農。你以為只有買家慘？嗰啲澳洲農場仲慘。佢哋原本期望緊香港同內地市場可以幫佢哋賺大錢，結果而家要蝕本清貨。呢種全球供應鏈嘅斷裂，最後都會回饋返落去我哋每一個人身上。今日你食瓶車厘子，聽日可能就係你出口嘅嘢人哋唔買。呢個就係回力鏢。所以話富豪生果變白菜價，絕對唔係一個孤立嘅商業現象，而係一個跨國界、跨階層嘅經濟悲劇。我哋身處其中，未必能夠改變大勢，但起碼要睇得明。當你下次見到果欄嗰場深夜暴動嘅時候，你唔好再覺得好笑，你應該覺得有一種莫名嘅悲哀，因為嗰度每一個人，包括你同我，其實都係呢個大時代下嘅小人物，喺度努力咁執拾緊破碎嘅生活片段。好啦，車厘子嘅故事就講到呢度。雖然呢啲數字、呢啲現象聽落去好沉重，但係生活總要繼續。200蚊盒車厘子，買到就買咯，食完之後記得抹乾淨個嘴，重新出發。因為喺呢個充滿未知嘅2026年，唯一可以依靠嘅只有我哋自己嘅韌力。唔好俾個經濟信號嚇死，但亦都唔好對現實太過樂觀。喺呢個咁荒謬嘅年代，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就係保持清醒，保持理智，唔好喺平價嘅陷阱入面迷失咗方向。塔斯曼尼亞車厘子會繼續生長，果欄嘅深夜依然會熱鬧，但係我哋嘅心態一定要有所轉變。富豪生果可以變白菜價，但係你嘅尊嚴同你嘅視野，千萬唔好跟住一齊跌價。最後想同大家講聲，生果可以平，但係人唔可以賤。無論環境點樣，都要記得自己嘅價值。200蚊盒車厘子，食完就算，唔好諗住靠呢啲嘢嚟定義你嘅生活質素。真正嘅質素係你喺逆境入面，仲可以保持嗰份淡定同鬆容。呢個先至係我哋香港人最核心嘅價值，亦都係我哋可以行到今日嘅原因。大家加油！希望下次再講生果嘅時候，係講緊啲生果貴到大家買唔起，因為嗰陣時代表大家又賺大錢啦。到時我哋再去果欄，唔係去搶平貨，係去鬥買得貴嗰種日子，先至係我哋真正懷念嘅日子。而家就暫時忍耐下，食住呢啲白菜價嘅富豪生果，慢慢等嗰個盛世返嚟啦。我哋下次再傾，拜拜。